09年第一題有關於推廣優惠嘅，咁如果買啲貨品1到4件就0分，5至7件就1分。咁所以呢個 program 就咁寫啦。如果 n 係大過等於1嘅話呢，同時 n 細過等於4就 r 等於0。咁如此類推啦。咁呢個方式就非常簡單嘅。如果我再將佢重寫，用一個嵌套式嘅 if 去寫嘅話呢，咁啊方法點寫呢？就加啲 else 落去啦。方法2，用個 for loop 去寫翻之前嘅嘢啦。咁 for i 都係1 ，i 細過等於5 i 加加嘅。咁如果 n 大過或等於5嘅話呢，就 r 加加就加1分嘅積分。然後 n 係 n 減3，咁點解呢？因為每加3罐嘅話呢，就會加1分嘅。利用翻方法2，如果 n 等於9嘅話呢，代個9落去啦。咁於是呢，計出嚟嘅答案呢 r 就2啦。咁如果 n 係24嘅話呢，咁個 r 計出嚟呢，就係5嚟嘅。B2，咁第4行啲陰影部分，即係呢句 n 係 n 減3啦。點解要減3呢？咁個原因呢，就係呢，每一組嘅上限4、7、10同埋13呢，全部都係相差係3嘅。咁可以咁講呢，就係每多3罐嘅話呢，就會加1分。咁正話嘅 for 呢，如果我將佢再改寫嘅話呢，變成一個 do while loop 啦。咁如果係 n 等於9 ，n 係24，咁啊結果呢，執行之後會點呢？咁呢個 r 等於2，呢個等於7。咁於是呢，呢一個就係錯咗嘅，因為呢17或以上應該得5分，但係計出嚟有7分。咁究竟錯啲乜嘢呢？原來係錯呢度啦。咁所以如果 n 大過等於5啦，再加個 n 因為or呢 r 不等於5，先重複呢，答案應該係 n 嘅。方法3，咁我將正話個 while loop 轉咗一個 switch 啦。咁 n 呢就放落個 exp 度。咁 exp 如果係1嘅話呢，就1分；2嘅話就2分；3就3分。咁有一句呢係做錯咗嘅，咁就係呢一句就唔應該擺個 n 落去，咁應該擺咩落去呢？咁答案應該係 n 減2再除以3。1D， 咁呢個積分計劃呢個有所改變啦，就唔係根據個數量，而係根據個金額嘅。10蚊到19個9嘅話呢，1分；20蚊到39個9就2分，等等啦。好啦，咁用個 switch 去寫翻呢個 program 出嚟啦。咁答案呢就係呢，我哋會將個 n 除10嘅就攞個10位數1、2同埋4啦。咁如果係 case 1， 1字頭嘅話呢，1分；2字頭或者3字頭呢都係2分。咁另外40幾呢就會5分。咁最後呢，如果大過等於5嘅話呢，一律都係7分。